来看南投上界严重的南丰川和土石啊砍掉的加油站，目前是也无到处理。总统蔡英文今下晡有去到现场了解状况，也强调讲，一寡救灾任务大先爱做的就是交通爱拍互通。民众伫咧大雨了后，拢开始摒走厝内，不过一寡所在有关是无水无电，根本就无法度整理。为第14线一路向南投进爱行，沿路也是一直帮摇背少路也是积水。只比较受灾上严重南丰川，虽然第14线已经清通，受灾严重加油站，到即马也是待在土堆内底。还好，习惯了。对，因为这也不是第一次了。趁好天，居民赶紧将家己厝内落个膜清掉。啊，毋过对面农会仓库也是全部浸伫落个膜内底。农会人员表示，伫遮原本放真侪农业资材抓箱，甲肥料，即马可能救偌济算偌济。这个因为现在目前没有水，对，也没有办法清，对，那就只能大概目前是先这样子。因为山区土石长冷，含水量也是真大，第14线四界拢是大大细细放弃的所在。干部单位调来大型机具已经全工抢修，啊，毋过道路受损范围实在伤过大，工程难度比细。一直到94K， 总共有13处非常严重的坍方，以及4处非常大的一个路基缺口。那其后我们就进驻重型机械。总统蔡英文也伫行政院长郑文灿甲相关部会陪伴之下，到受灾上严重第14线71公里的南丰川路段，除了会面工程人员，也表示目前三大工作方向第一就是恢复交通。如果道路受阻的情况，会尽量的排除；如果道路出现裂缝，也会尽速的回填。总统蔡英文也表示，除了到83、85、89线拢在清通当中，也执行相关单位清点民生需求。损害赔偿甲中间计划拢系优惠放令，专业检计灾害影响。记者综合报道。